镜头我来看泰国，伫泰国南部有一间烟火仓库，那像是伫咧施工的时阵引起爆炸，附近500公尺范围内厝是拢受到损伤，规模是真惊人，造成至少9个人死亡，118人受伤。 灰色的烟雾向天顶冲去，可以当听到烟火一直爆炸的声音。外景镜头的车辆真明显受到爆炸威力影响，已经变形。泰国南部那拉提瓦府离岛发生烟火仓库爆炸，威力真惊人。那仓库的建筑甲厝顶绑起，附近500公尺以内徛家马后爆炸冲击毁损。 外国媒体美联社报道，这个爆炸发生在当地下晡3点多，技术是工人在建筑内底施工的时阵，甲钢材拍电鼓起来的时阵发生问题，碰到边仔储存的烟火引起爆炸，造成有500多间徛家受损，其中200间毁损严重，影响人数达到数千人，还有真侪人死伤。 爆炸了后，引发的大火嘛一度拖烧到接近泰国甲马来西亚的边境城市双溪角落。好在在暂时大火已经得到控制，因为有超过100人受伤。当地政府除了紧急甲伤患送病院以外，嘛着是动员军队协助转移差不多500名到800名的居民到临时的避难所。当时阵嘛做现场清理。公司新闻台上朋友。